我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好，大家都要站在一个同理心，不要造成是一个对立面。我们疫情到现在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都有同理心。当社会对于相关的确诊者或相关的疑似者，猎巫的情况越厉害的话，那相关的事实的呈现就会越少，那对我们疫情的调查跟疫情的控制就会造成阻碍。好，所以在这里面我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好，大家都要站在一个同理心，不要造成是一个对立面。我们疫情到现在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都有同理心，我们有高度的一个素质跟素养，所以我们成功到现在。好，但是一旦社会的氛围转了，变成一个对立面，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把疫调做得很清楚，那疫情就难以控制。好，这是要特别拜托社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109年的敦睦训练支队这一次在任务期间相关的防疫工作并没有做好，而造成了人员感染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事情。那在此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致上我们海军的一个歉意。上个礼拜是回来之后，按照规定要隔离嘛，对不对？哈，是，包委员。那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都有没有问题？包委员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就可以宣布休息了，是不是？还是官兵？对，昨天已经进行检疫了，没问题。检疫公布数据都出来了。包委员，因为他们是根据30天的，就是说。检疫的规定，因为我们有通报那个疾管署的那个边境管制组，他们说30天之内，就说没有任何状况的话，就都可以了嘛，都可以。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休假？那些官兵？今天结训典礼完之后就可以。所以结训是下午的时间，早上，所以已经办完结训了。是。那我今天要在此因为我们的109年的敦睦训练支队这一次在任务期间相关的防疫工作并没有做好，而造成了人员感染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事情。那在此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致上我们海军的一个歉意。在此也同样的要表达，由于这一次我们参与远航训练的官士兵他们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期程，那现阶段开始进行我们的检疫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也有我们舰队的参与远训工作的这些家属我们也要同样的表达我们的歉意。后续我们会竭尽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染疫的官兵还有关怀家属。